礼拜是阮要迎接新春的开始，再来拜三就是过年。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无论是新历年、旧历年，拢是一个新的出发。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甲圣经所带互阮的帮助，阮会通用上帝你的话，伫圣经的内面来祈祷。阮的心所想、嘴所求，阮伫你面前就得到主你的帮助。主你是成就万事的上帝，主求你照阮的心意，用你的圣心来教示阮。特别是伫阮中间，若设施有人对新的一年有新的决志，有新的梦想，求天父上帝施阮祝福，互阮的教会，就亲像犹太人伫搬过节时，因守节期的时，因纪念上帝的恩典，因来仰望新的头前的路程。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歌对所念的诗歌，会当带来上帝你的祝福进入人的心内。也伫今仔日的诗会的当中，求天父上帝你，互所记长老伊所宣读的圣经，会当贴条伫人的心内，帮助兄弟姊妹用圣经来祈祷。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也是路上的光。你的话一宣读就带有关联，也带有应允，就要成就伫人的中间。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享受亲近你伫圣殿内底的福分，祝福每一个参与礼拜的人，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伫礼拜堂，拢会通真真实实来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阮将今仔日要领诗的敬拜赞美会当讲交伫你的手中，阮嘛将切意交伫你的手。感谢你，互阮的青年因欢喜看上帝你的工最荣耀，也看上帝你的工最重要。所以伫因真侪学习的过程顶悬，献家己做活祭。求天父上帝来祝福，互阮的教会是一间人人服侍的教会，也伫服侍的过程，阮就有进步，有成长。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的圣神来带阮做礼拜。无论是用人的言语，或者用心中圣神的感动，人拢要得到造就。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用你的阳光，用你的慈爱来充满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
主恩典。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出路让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出路让潮。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恩典，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出路让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来不能忘掉，感谢用出路让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说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交于你的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交于你的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找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心里去，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曾依靠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一年看过保守阮，也享受阮教育的稳定。生命中虽然有困难，阮我靠你来经过。伫新的一年，阮恳求你，由阮甲阮三家之地，享受阮丰盛的生命。伫生活中温上加温，得上加入，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
真是人，我要举起你耶和华的手，直到永远。耶和华啊，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热我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这是来吟圣诗59首，上帝自然至尊无对，请起立吟全首。
这只是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不了道人来受苦，定是界死来做人母。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治罪，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行治罪。虽然有军兵遮尔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自在。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旨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藏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也举起我伫石盘顶，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较悬我四面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摇花。耶和华，我出声求叫你的求救的时，求你听。我求你怜悯我，应我。你捌讲，恁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暗你的面。毋通受气来赶你的奴仆，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叫我的上帝啊，毋通放杀我，也毋通离开我。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带我伫平坦的路。这是来吟圣诗27首，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站，请坐着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站，也是将来昂望。哦，我想呀，大洋风台，阳点安稳所在，传扬波着夜梦的面，正都徛起安心。上帝成就到呀堂课，做阮稳当保护，将山摇袂生做一将，世界也袂形成。那一个心碎上帝，孤单不变无定。对你来看，虽然真理亲像过了一暝，是一个实在真好，一万年不朽归。将
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来敬拜你，也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拢保守看顾阮。特别伫即个旧历年的年底的时，阮更加要算效你丰盛的恩典，满满的祝福，甲无限的疼。主耶稣，求你保护洁净阮，除去阮一切互你无欢喜的罪。恳求主帮助阮伫新的一年更新阮的性命，赐阮新的心，将新的灵放伫阮的内面。愿阮一生跟对你，对你条条。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落请圣歌队。我
恭守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诗篇37篇第3节到第6节。着倚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娘。着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着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要互伊成。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搁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第10节、11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因为伊关心伫恁。第10节。搁万项恩典的上帝，就是捌伫基督召恁，得到伊永远的荣光的，伫恁暂时受苦的了后，家己要互恁招全、坚固、勇行、宽容，归伊到代代。阿明。讲到心想事成的秘诀，请曾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特别过一个新的年。过旧历年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间，就亲像伫西方因过圣诞节、感恩节，所有人会对真远的所在对伊出现，伫遐团圆。过旧历年对台湾人来讲，伊不但是一个农业时代的祭期，伊更加重要，伊嘛是代表一年的稳定感恩的献祭。阁有就是对新的一年的祈祷。愿今仔日个题目甲圣经诚侪咱的祝福，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刚才你要问牧师讲，牧师圣经敢有讲到即句话？这是咱真通俗的话，伫社会中间，咱若甲人祝福讲，愿你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啊，听到的人呢？我可能毋是真够怪的人啦，但是我会想讲，敢有影你甲我讲心想事成，就真的心想事成吗？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个礼拜，上帝用圣经的话来回应咱。圣经真正有安尼讲，伊讲上帝圣心要踮伫恁的心内运行，有大能大力，超出所求所想。咱心所想，嘴所求。上帝的亲自甲咱成就。对今仔日个礼拜到新春的礼拜，愿咱拢进入伫基督的中间，不但亲人团圆，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祷告，主啊，新的一年，你开我的目睭，你开我的心，互我会当想到对我有利益的事。心想的事不一定造就人，心想的事也不定有益处。愿咱伫今仔日，上帝圣神授予咱智慧，心想事成，是对咱一生极其有祝福、有利益的事。愿上帝讲互咱听。咱要领受圣经的话之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阮真欢喜伫即个过年的节期，阮有真远的亲人、同心的兄弟姊妹。因对远远的所在倒来，有跌顿的查某囝对北部倒来，也有 Cliff 对美国倒来到伫阮中间。伫阮中间嘛有新来的，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礼拜的兄弟，主伫阮做伙组织的时，阮要对你唱出俄罗的诗歌。当阮静静坐伫你圣殿的时，阮要对心中对你恳求圣殿的好处。主啊，你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你有怜悯，你有慈爱。主啊，要伫你面前静静对你讲：阿爸天父，新的一年，求你施恩伫阮的生命中，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定心甲主你同行。阮伫今仔日的礼拜，
阮定心伫上帝你的圣殿内底，甲主你讲：主，我甲你约束。伫过年了后，我要倒去行我工作的所在，我要带着上帝你的祝福，我要带着上帝你的恩典，我要伫主你所享受的圣神的帮助中间，勇敢向前行。主施恩赐福伫阮众人中间，互今仔这个礼拜，一直到新春祈祷的礼拜，阮不断，阮大对你来领受你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阮咱伫主的面前，咱来思考讲，今仔这个礼拜，敢有可能真侪我一生祝福的礼拜？老师特别为着咱的教会青年，不断的祈祷。毋对，咱的青年是一个享受上帝伫恁的一生中间有真特别的恩赐。少年人伫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功课，就是选择家己将来所要行的路，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知影，即句话其实毋是一个真抽象，敢若讲好听的尔，毋是。既然伫咱的社会内底流传遐尼久，圣经嘛有记载。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倒来到圣经上帝面前，咱问上帝讲：上帝伫圣经中间有甚物所在记载？你要回应我的祈祷，我心所想，嘴所求，上帝你要照安尼来成就。今仔日个礼拜有讲到一项，咱的上帝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上帝，他是做新事、成就大事的神。既然咱带着咱的劳苦忧愁来到伊的面前，圣经甲咱讲，既然你用所有的跨路来交托伊，伊就要照安尼甲你成就。成就伫圣经、甲新约、甲旧约，拢是一个真重要的应允。特别伫新约，成就这个字换作英语叫做 make it perfect， 就是讲，互你的生命才做一个完整、矫正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毋是干那听一个讲道，是真正经历着上帝的陪伴。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若只有会通听讲道，安尼即个信仰实在太可笑，因为咱会感觉伊上过严肃。咱若只有会晓听讲道，咱会感觉迄是一种的道理。愿圣神帮助兄弟姊妹，就亲像3000年前的约伯。咱讲，主啊，我过去风闻有你，即摆我亲眼见你。祝福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咱拢经历着上帝甲你同在，阿们嘛。愿上帝伫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咱一生的路尾，咱伫伊面前讲：主，我真福气，因为伫一生的道路中间有你同行。对少年到年老，对出世到一生的结束，人的过往毋是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永远开始。愿咱伫主的面前来听，上帝为着伊所陪伴的人所准备的是甚么？兄弟姊妹，伫你的脑海中间，你所想到圣经为着世间人所陪伴的是啥？保罗伫伊的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安尼讲，伊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超出所求所想。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料想袂到。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见面，伫见面的时阵，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祝福我，求你祝福我，互我伫你的面前真正担着我敬的，你想事的比我家己敬的搁较甘甜。也即咱会使敬，咱嘛会使讨。但是上帝陪伴甲上帝想事的，大大超过人的智慧甲人的能力，我都做选择。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无论你伫顺境，在高峰，在低谷，无论咱即时是伫顺境的中间，或者伫逆境的中间，亲爱的姊妹，将你今年所拄到的事，甲明年所有的计划，咱甲伊摕出来，咱到伫主的面前讲，主。伫我极其困难、极其看路的时，主我将我所将来要做的事，我摆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甲我扶持，求主你甲我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经历伫上帝所做一件新的事，讲伫
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既然你心中有看路的人，今仔日新约的圣经安尼讲，伊讲要将你一切的看路给摕来。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会记迄句话吗？将一切看路带到主的面前，你问牧师讲：安尼就会解决吗？牧师唔敢甲恁保证，我有法度为恁解决。但是兄弟姊妹，真合理，你甲我拢相信，伫人做袂来，伫上帝，凡事拢会。偷放人的毋是牧师，偷放人的毋是咱的士大人。偷放人的毋是你的朋友，偷放人的就是创造咱的生命，佮享受咱活开，佮要甲咱同行天顶的上帝。圣经安尼记载讲，因为伊看过你，亲爱兄弟姊妹，你相信吗？你愿你这个上帝看过你，对少年到年老吗？阿门。原来就今仔这个礼拜，每一节的圣经，每一节的圣经，兄弟姊妹。那会当逐礼拜上少背一节的圣经，逐礼拜上少将礼拜的主日的金句，甲伊当作一个真要紧的宝贝智慧，甲伊背起来。因为上帝的话要做咱脚前的灯，做咱路上的光。咱的上帝伫几礼拜前牧师甲你讲，上帝就是一个甲青梅带路的上帝。你了解记迄节的圣经吗？咱的上帝是一个甲青梅带路的上帝。基督徒受拣选，是要为亲像保罗，伊保罗讲：我知影我的职分就是甲青梅人带路，因为上帝带咱行光明的路，所以咱有责任带咱的囡仔行光明的路。所以上帝是一个甲青梅带路的上帝。更加要紧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要搁明白另外一个上帝所做奇妙的事。上帝是一个亲自成就、成全。拄则我有甲咱解释讲，伫新约的中间，彼得前书伊讲 ，make it perfect， 成就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互恁所有祈祷得到接纳，以完成这个工。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个礼拜，因为上帝要亲自成就，你知影吗？你相信吗？伫人生的路程67年的岁月，我学到一个功课。愈是咱做袂来的代志，咱愈是爱认真祈祷，你同意吗？愈是咱做袂来的代志，咱愈是爱祈祷。基督徒甲咱的厝边头尾遐拜拜的人拢共款，咱的人生拢有可能会拄着困难。但是基督徒最大的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有人通参详，有上帝通参详。亲爱的姊妹。点在你的身边有你的贵人，因的社会经历、因的学历、因的智慧，拢互你感觉讲，伊是你一个真好参详的人。那用咱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智商者啦。但是兄弟姊妹，上帝比任何一个智商者更加重要，更加会通成做你的帮衬。咱要问人。不如问上帝。咱的教会已经有一种的价值观念，叫做只跟神开口，不跟人开口。恁敢会记得？伫教会较久的兄弟姊妹，你应该要会记得牧师。伫咱的教会中间，咱有互相使用，做伙念手，念手的意思是相牵手啦。咱的教会要真做一间，只有往上帝开嘴，无往人开嘴的教会。什么原因？因为咱甲人讨的帮衬，有时人会甲咱拒绝；咱甲人讨的帮衬，有时人会辜负咱。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互咱失望的上帝。今日敬拜赞美的时，咱的囡仔嘛有讲到一个，唱到这种的习惯。咱对上帝开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伊要伫新的一年。为咱成就新的大事，兄弟，照着点伫咱心内这个信心，伫咱出世的时阵，上帝就将伊的开，就是信心，分伫咱的内底。这个信心运行伫咱的内面，
保罗伫1哥林多前书第3章，兄弟姊妹，对16节到21节，今仔日读去了，你对头甲读到尾。以弗所书第3章21节，16节到21节，伊伫16节就讲到，上帝的圣神要踮伫恁的心内，赏赐恁大的开展，超出所求所想。所求所想就是梦想成真，所求所想就是心想事成。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回应，你伫今仔日个经文顶悬有感动的人，你甲上帝讲：主啊，我将我的一生交予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兄弟，不止一个机会，上帝伫你每一个阶段的人生，伊的确要为你陪伴，你相信吗？圣经叫耶和华以勒，恁会记住这句话吗？耶和华以勒是啥物意思？上帝为着我的生命陪伴，你愿意将你的一生拍开你的心，甲上帝讨讲：主，既然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听候你，你甲我陪伴。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伊的一生中间，伫今仔日咱做3个祈祷。第一，祈祷就是心想事成的奥秘诀、秘诀。一个人若要心想事成，就会心所求，嘴所讨。心所求，嘴所讨，这就是祈祷。咱会当甲上帝开清单，咱嘛当甲上帝讲咱的心事，咱会当甲上帝讲咱的计划。咱会当甲上帝讲咱的面貌，咱嘛会当甲上帝讲咱的软正。你讲上帝，我有一个真大的梦，但是我知影，伫我无可能。兄弟姊妹，伫上帝面前勇敢做梦，教咱的囡仔做梦，因为上帝的梦是大过人的梦。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所以兄弟姊妹爱学祈祷，常常祈祷。凡事祈祷，亲像拄则牧师甲咱提醒讲，愈是咱做袂来的代志，愈是爱祈祷；愈是大代志、愈危险的代志，毋通青狂、匆匆忙忙、莽莽撞，也未祈祷就走进前去做。你就发现讲，无祈祷、无准备的工作，常常事倍功半。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祈祷的中间。祈祷就是所求所想，愿咱伫天父上帝成做一个会晓去祈祷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你教你的囡仔讲话，你敢捌教你的囡仔祈祷？有无事？这开着教，伊就家己会学。兄这毋是啊！你爱你的囡仔学英语，你敢无送伊去双语补习班？真侪家长拢爱囡仔好，爱囡仔将来有成就，因为因发现。第21世纪的这个时代，一个囡仔若无学英语，伊伫这个时代，伊会欠过真侪能力。因为英语是一个网络的语言，英语是一个国际的语言，英语代表是能力，会晓英语的人，伊当做更较快的代志。但是真侪基督徒却无人甲因提醒。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种上重要的语言就是祈祷。愿天父上帝的圣神踮伫你的内心，圣神也甲你同在，你的感动、你的感觉就是祈祷。用无书开遮简单，确实是遮尔简单。你心中有神，凡事都灵。咱的心中若有圣神，你自然而然。你就有感动，迄个感动就是上帝咧甲咱讲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一个会晓读圣经的基督徒，爱读圣经，做一个享受祈祷的基督徒。兄弟姊妹，正手倒手，基督徒上要紧的两球手，就是祈祷甲读圣经。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对你开始，你的人生的改变对你开始，你的家庭的改变对你开始，你的囡仔将来的改变对你开始，开始带你的囡仔全家同心祈祷，
有真侪疑问，当咱无法度替囡仔予伊答案。但是咱会邀请伊祈祷，伫祈祷的中间，咱的囡仔自然而然有迄个看袂到的圣神，就是上帝的圣神。伊将6种灵，牧师定定咧读这节圣经在第几节？以赛亚11章第2节。聪明的灵、智慧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兄弟姊妹，不要祈祷的人，你若拍开你的心门，你邀请圣神，你的祈祷就真做足自然，亲像咧喘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重视祈祷、欢喜读圣经、享受读圣经、享受祈祷。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的诗篇只有4节，亲爱兄弟姊妹，37章有4节，但是这是另外一节，引来补咱伫今仔日的所读的旧约的37章内底一节。伊讲：我要求靠至高的神，我要用至高的上帝来祈祷，因为伊要为着我成就万事。也这该背起来，用信心该领受。你相信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是一个至高的上帝，是一个为你的生命成就大事的上帝吗？咱应该谦卑甲你的囡仔讲，爸爸妈妈会当甲你讲一寡道理，但是爸爸妈妈无法度甲你讲完全的道理。但是照顾爸爸、引带爸爸、引带妈妈的上帝，伊会通甲你讲道理。兄弟姊妹，将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亲自，上帝要互伊亲自看到上帝家己的同在甲荣耀。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学习这个祈祷讲：主啊，我要举目望天，我要举目望天，我要看见你的阳光，我要求叫你的名，我要将我的心所想、嘴所讨，全然摆伫你面前。主啊，我若讨唔到，主你甲我讲。稍安勿躁，囡仔拢讨玩具，囡仔拢讨糖果，囡仔拢讨迄个大餐、鸡块、汉堡。但是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敢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开因的目睭，互因知影，伫人生中间讨迄种毋是用钱买会到的物件，讨伫咱人生中间毋是钱买会到的物件，啥物物件？平安。平安毋是钱买得到，你阁较有钱看病，嘛无一定找到神仙来救你。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有比钱更较有快乐的，就是上帝互咱的名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内心，你相信吗？代表是一个真有祈祷的人，伫昨的查经班内底，牧师邀请兄弟姊妹讲，若会当伫新的一年，每一天清晨，你若愿意，每一天清晨读一篇诗篇。你读了后，将你伫迄日清早所读着，对一句话足感动的，你用你的马克笔、荧光笔给画起来，然后将你的感动写伫了。主啊，这是我心所求的。主啊，这是我的感动；主啊，这是我的懊恼；主啊，这是我的困难；主啊，你是我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兄弟姊妹，试看卖，你若每一日清早读一篇的诗篇，你就要成做一个会晓用诗篇祈祷的人。因为诗篇基本上真就祈祷文。愿天父上帝，互你有亲像大笔的智慧，也有法要成就关系我一生的事。也这你捌问过上帝讲你的将来怎样吗？台湾人真爱算命，因为这是台湾文化中间的一部分，宗教信仰所带来。台湾人若感觉伊的人生无顺，就去改名。兄弟姊妹，改名敢会解决代志？改名敢真正会当带来好的命运嘛？踮伫咱内面会比这个世界更加大，什么意思？上帝圣神也踮伫咱的内底，
踮伫咱内底的能力，就大过这个世间所有黑暗的关系。关于你的事，问上帝。兄弟姊妹，牧师会当陪你祈祷，但是牧师无法度给你的人生的答案。牧师会当陪你读圣经，但是牧师袂当甲你讲，上帝伫你的人生有啥物计划。真少数伫圣经中间的人会当做这个代志，其中一个叫做但以理，但是迄毋是常态之下教会的工作。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当你安静对上帝讲：主啊，我一生的事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我的将来安怎？愿天父上帝甲你讲：我的囝子，不要问太多，跟我来吧。耶稣敢是安尼甲伊学生讲：来跟从我。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这项代志。伫咱念的祈祷之前，咱的上帝已经知影咱的需要。这是圣经明明耶稣记载讲，耶稣家己亲自讲出来，写伫伊的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第6章第8节。伊讲：恁也要求之前，恁的天父上帝已经知影恁的需要。家己，我家己都毋知，上帝知。兄弟姊妹，就是遮奇。咱的上帝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伫圣经有真侪故事讲，耶稣也未拄到一个人，伊就知影伫远远坐伫树仔骹，伫迄个所在，耶稣就看到伊。所听的姊妹，圣经的故事，所有的应允拢是真。拄则敬拜赞美中间，咱的青年就是读到即句话：主耶稣带来上帝应允。所以，既然伫圣经中间上帝所应允的，伫耶稣拢是 yes， 圣经讲拢是阿门。因为这个是的这个字，其实就是阿门。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我无着急，你甲我批判什么？但是主，我将我的手伸出来，求你看我行人生的路。咱检察毋知将来，咱会成做心中的人，但是咱要跟对上帝，咱的生命要改变。因为保罗讲，见老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创造，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上帝应允是更新的，咱来犹原活伫旧的习惯，活伫旧的生活，活伫旧的生活，迄种的态度，咱永远是一个旧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伊所有的应允，伊亲自成就；伊所有的应允，伊亲自成就。因为成就大事的就是上帝，你敢唔知吗？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先知以赛亚，伊讲上帝甲我讲，你敢唔知吗？我要成就一项大事，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真侪人爱即句圣经节，但是你敢经历到上帝伫你的十字路口，伫人生的十字路口？伫你生命的旷野顶悬，上帝亲自甲你开路。原来你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相信你通过今仔日牧师的讲道，你甲我提醒，你才是真正我的上帝。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有一个，佫要见一句话，伊所讲的话是什么？伊咧讲起上帝的主权啦。彼得前书5章11节，伊咧讲起上帝的权能，第11节，伊伫这个所在讲起，耶和华要成就关于我的事，耶和华毋是伫这个所在，伊讲权能归伫伊，到代代无尽。彼得前书第5章11节，权能归伫伊，到代代无尽。恁敢会记得耶稣教人祈祷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所以听你姊妹，耶稣教咱的功课，毋是做参考用的，是享受、领受、运用。
所以耶稣既然讲出来的话，毋是互咱做参考用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这三句话意思是讲，我要将我的天国予你，我要将我的权能予你，我要将我的荣光予你，到永永远远。耶稣的话毋是参考用的，甲一般学校的老师所讲的课堂的教导，搁较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将你一生的事交给上帝，不但你，带你的囡仔，将伊一生的事交给上帝。因为有一日你的囡仔所拄到的问题，有可能是你无能力替伊解决的。伊选择将来要行什么路，伊选择将来要食什么头路，伊要选择什么种的婚姻，兄弟姊妹，有真侪事毋是咱做时代人有能力替因解决的。但是咱若将囡仔交予上帝，你相信圣经的话要成做因的祝福吗？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我靠伊，伊就要成就，伊就要成就。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只有44篇，中的2节的讲起将这事交予上帝，上帝要成就。头尾2节伊所讲的事，就是着我靠耶和华。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领受这句话：将你心内所求，伊就赏赐予你。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愿咱享受上帝所赏赐咱一个幸福的人生。以神为乐的意思就是讲，你的生命若伫上帝手中，你就会得到幸福的人生。这就是咱这半年来咱的拜六永暗的查经班的主题。我快乐吗？我应该如何做，我才能快乐？这是咱这个查经班的2个真基本的问题。兄弟姊妹，你幸福吗？你要安怎做，你才当幸福？你问上帝，咱的查经班就是对圣经找到上帝的回应。愿咱伫主的面前，上帝伊的圣心伫咱的心内，赏赐开达。这个运行吼，圣经三章第20节，伊讲神能够照着运行这个运行这个字，英语叫做 energy。希腊语、英语是对希腊文来的，因为对希腊文的严格，后来伫欧洲的语言就变做拉丁文，后来变拉丁文了变做足侪欧洲的无共款的语言，拼音的字母无共款的写法，但是读起来拢真类似。energeo 就是运行是圣经原文的希腊文是安尼写，英语写做 energy。意思就是，当你若踮伫上帝的内底，你若蹛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就某一种运行的生命力伫你的内底。这句话你会当用耶稣的譬如来了解，因为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葡萄枝，恁会记这句话无？什么意思？葡萄树枝若接伫葡萄树丛。迄个上帝的话命，耶稣的话命，它就流通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咱的手，互迄个 energy 进入咱的内底，互上帝伊的话命、伊的圣心进入你的内底。照主的旨意成就，毋是照咱的心意成就。我都爱到心想事成这句话。心想事成是好话，但是伊无真正100%拢对，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恁会记住这句话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在咱的一生中间，心想事成，咱来确定，我心所想的事是上帝所欢喜的事。这就是一个秘诀。伫第3个祈祷。牧师要甲咱分享讲，要安怎找到这个祷告的秘诀？心想事成不是靠我，心想事成是上帝照你的旨意，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主甲咱三甲伫地，
第二，活出美好。今仔圣经特别是诗篇37篇，咱所读的第3节以及第6节。第3节讲，恁着我靠上帝来行好。37篇第3节，你们要依靠耶和华来行善。意思，我靠耶和华来活出生命的美好。愿新的一年，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活得漂漂亮亮，活得精彩，活着有价值。祝福咱的囡仔活得美好，唔免惊东惊西，鼓励咱的囡仔蹲下来，高高跳起来。这是古伦神父咧教伊的身边的青年人，不要错过生命，靠着耶稣基督高高的跳起来。也就是说，祝福咱伫新的一年活出美好。上帝的子无了不起囝。夫妇无全职，兄弟姊妹，尊重家己基督徒的生命。咱甲上帝讲，不是最好的生命，我不要。求天父上帝赏赐咱，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的根据。伊讲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好，伫这个土地顶端用诚实做比量。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上帝的信息。这个诚实这个字，其实敢若翻做。但话讲，翻做用诚实还是不够，因为伫原文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做这项事，是什么人的诚实。所以，这个圣经的原文顶端有咧讲起，这是上帝用上帝信息的话，做你属天的粮食，这个意思。耶稣讲：“我就是外面的米粒，恁会记无？我是天上的粮，所以天顶所赏赐予恁。”诚实这个字什么意思？诚实这个字，伊的字根叫做阿门，晓得？阿门。阿门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完整、完全。阿门，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信实，是就是是，唔是就是唔是。用上帝的信息，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诗篇100篇上尾一节，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听咱的祈祷，回应咱。因为上帝要互咱活出美好，安怎活出？上尾第6节伊讲，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这句话意思，什么叫做我的义？也意思就是让你的生命的品格发光。这句话意思就是，大卫伊知影，当上帝的圣性来踮伫我的内底，上帝的性情变做我的性情，上帝的荣耀就变做我的荣耀，上帝的义就变做我的义。上帝爱咱真多用品格讲话的人，有一句成语叫做“以生命呐喊福音”。伫教会内底有一种遮尔地话，毋是用嘴讲道，是用你的生命活出美好。兄弟姊妹，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真做上帝手中荣耀的光。伊讲，我要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我要互你的判断。和合本的圣经讲，我要使你的公平亲像中午的阳光。但是伊真正意思就是讲，当我的圣性来踮伫你的内底，你就不看表面，不以眼见为凭，不以耳闻为准。你若是用我的话，用我的信心，你就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明白是非、明白好歹、明白价值甲虚假。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判断是光明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享受各种稳定的上帝，伊要互咱享受伊的光，要互咱活出美好。兄弟姊妹，你若对家己的自我图像不是很满意，兄弟姊妹，
不要坐在那个地方叹息。你靠上帝的荣耀，你讲主啊，在我不能，但是求你互我脱离迄个自卑感，脱离我自我迄种的图像无够健康。自我图像不够健康的人，经常紧张兮兮；自我图像不够健康的人，经常容易受伤。自我图像不够健康的人，有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所以，亲爱的姊妹，享受各种稳定的上帝，要彻底上改变咱，成做新创造的人。愿咱伫伊面前。因为今仔日的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第10节，伊讲上帝要亲自互恁矫正，上帝要互恁亲自矫正。我把这个词权放伫后边，因为这是白话字的圣经翻译，是圣经的新约的翻译。这个成全这个字叫做卡达阿瑞佐，阿瑞佐这个字。阿瑞做这个字，英语翻作 perfect。亲爱的姊妹，你若愿意成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性情成熟，品格成熟，你甲上帝讨。因为早保罗就已经讲到，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我做代志亲像囡仔。既然大人就放弃幼稚的那些事情。愿主的名成做你的瓦靠，愿圣神因为主的名听你的祈祷，主为你成就，主享受勇壮、勇敢、壮大，活出美好。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心想事成的最要紧的秘诀，伫最后一段我要甲咱讲3项。第一，你若将上帝摆伫你的生命的首位，你就心想事成。包括连你你想袂到的代志，上帝伊早就已经为你批判。你若认捌上帝，你会知影讲，上帝是为着一个人的一生有计划的人。我细汉的时阵唔知影我的将来安怎，但是我真正捌问上帝讲。上帝，我将来会成做什么种的人？我要甲上帝参详。经过67年，我知影，我一路走来都没有偶然。每一个阶段，上帝拢有将伊要甲我感动的话放伫我的心内。我相信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是共人。我相信我的上帝甲你的上帝。是同一位做这种奇妙的事的上帝，兄弟姊妹，我要邀请你，将你的一生交予咱的上帝。在你的生命中间，尊主最大，唔通清清彩彩。要做基督徒，爱做真实的基督徒，将上帝放伫你心中的首位，兄弟姊妹。唔是大家兄弟，唔是大家基督徒拢同意啦，这是我的感觉，吼，我的感觉若唔对吼，请您原谅。我感觉唔是大家基督徒拢感觉上帝是上重要。检查咱拢相信上帝，但是信的程度，无拄拄大家拢共款。独只有一个较无伫上帝的面前。会当互上帝伫伊的主权的内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中间，特别伫彼得前书15章11节，今仔日个彼得前书就是新约的最后一句话，伊讲：关联归伫伊，关联这个字，关联这个字，基本上伊的读法叫做 kratos， 但是伊真正的意思其实有2种，一种就是有 power， 第2种 domination， 意思就是伊有掌权、主权呐。权力的意思，一个是灵，一个是主权。咱若相信上帝，咱若学耶稣，将家己请一边，上帝请你来伫我生命中间
坐大位。愿天父上帝将这种遮尔浅的道理讲给咱听。虽然这个道理真浅，但是做会到的人无济。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我愿意。兄弟，你愿意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 ，Yes I do。主，我愿意，我一生是属于你。我就是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活伫我的内底。原来教会常常对家己讲，对上帝讲 ，Yes I do， 主啊，我愿意。原咱伫天父上帝面前，什么叫做甲上帝放伫首位？箴言3章第6節，伫你所行是你所做，伫每一項事攏認定上帝做決定。有清楚無？箴言第3章第6節，伫你所做的每一項事，頂願互上帝做決定。所敬聽親愛得當教會的中心，互咱的教會大小事，上帝做決定。咱雖然攏有開中執會，有參詳的空間，但是有一個共識。做伫阮開會中間，上帝你將你的旨意放伫阮的討論。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互上帝永遠掌權。因為伫咱的週報中間，咱所講的教會各種的特質，咱攏看到真水的相片。我毋知咱有幾個人會曉背咱伫即個厝頂尾才會釣5句話。咱的教會要誠濟什麼種的教會？其中一個教會是神掌權的教會。是用耶穌基督最中心的教會，神掌權的教會。所以聽你認為，教會會有若無願意互上帝掌權，迄間教會較有可能叫做神掌權的教會。因為恁就是教會，恁代表耶穌。所以聽你姊妹講，咱就今仔日的禮拜，這就是彼得前書5章11節，伊講權能歸乎伊。這個權能，這個字的意思就是主權。上帝，你伫這個所在，你做主；上帝，你伫我的家庭中間，上帝，你做主；上帝，你伫我的事業中間，你做主。有一寡你的朋友開公司，你想伊伫辦公室內有布置什麼會？有人請員工來，有無？有人請土地公來。兄弟姊妹，在你的生命中間重要的時刻、神聖的空間，你敢捌請天父上帝主耶穌來？咱的教會有一個新來兄弟，也未識的劉世忠兄弟，足可愛，一來逐禮拜來。伊最近買一間伊厝邊過舊厝，伊甲2間厝拍通，重新的整理。伊甲我參詳，伊講牧師，我的舊厝頂懸，我頂懸有放神明廳，有放遐神主牌啊。牧師要怎樣？我甲伊解說咱教會咧做的這手續，伊大概感覺傷麻煩。伊講牧師，我敢會當家己祈禱，祈禱了就請遐個師傅處理掉就好。遮爾有信心誒，唔免牧師出面啊！伊甲上帝講。甲上帝報告，上帝對頂開始，阮要做基督徒。伊嘛甲迄個神明講，觀音菩薩對今仔日開始，阮無閣再要拜請你，愛着頌神，然後迎神。兄弟姊妹，有當時道理足簡單嘛，但是人家變得足複雜，驚東驚西。而且你敢知影，咱的自由就是遮爾大的自由。伫信的人，凡事攏通。求天父上帝用伊的主權也藏佇你的生命中，伫你逐種的決定。什麼叫做心想事成的秘訣？第二，你咧討物件有優先次序。耶穌講先求啥？我的國家，我的義。耶穌的教示是有優先次序，迄個優先次序代表有價值的高低。伊講先求，然後。這就是一個優先次序。恁看，
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伊讲：恁爱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我用看符这个然后，因为这个然后伫中文的圣经无翻出来，但是伊伫原文的圣经的中间是第2字，伊放伫上头前，先然后然后甲讲，先什么？先上帝的国。所以伊第2个迄个然后，其实是伫这个翻译顶悬无写出来。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优先次序、因果关系，先什么？然后什么？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将神摆首位，然后啊啦，其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恁家己去讨，家己去看。伊讲其他的东西咧讲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咱所有遐的姊妹，不是听讲道的基督徒，是经历到神话语，就是生命的基督徒。上帝的话就是活命。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上帝甲咱做伙，伊的道理毋是做参考的，伊的道理是用出来、挖出来，实践实行伫你的一生中间。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互咱伫新的一年，新的活命，做新的事。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今仔日是新春前的礼拜日，拜3的清早9点，我们伫教会举行新春的感恩甲祈祷。求天父上帝甲阮同在，伫即礼拜阮咧过团圆的日，咧过年节期，无论是出外，无论是伫厝，主你祝福阮的教会兄弟姊妹，因为今年有好年。年年有好年，日日是好日。主求你祝福阮，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今仔日个圣经讲，将阮所求所想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耶稣，阮听到你甲阮讲，祈祷有分优先次序。主求你，互阮伫一生的选择顶悬有迄个价值判断，有选择的能力。求天父上帝祝福阮的囡仔。因奉耶稣基督的名，高高的跳起来，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来吟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请坐。咱的上帝真奇妙，咱今仔日有几位倒来到咱中间，有诶是第一摆伫咱中间。我要甲咱介绍一个张兄弟，伊第一摆见面，我问伊讲，请问你对来？伊甲我回答一个，互我足感动的一句话，伊讲我是线上的会友，吼，我毋捌听过遮尔特别的话吼，张丰尧兄弟吼，张丰尧兄弟。其实阮有几摆交谈，吼，包括电话，包括用迄个 Messenger， 阮捌有分享过。上帝真奇妙，吼，伊专工对三甲来，甲咱做礼拜，感谢上帝，咱会到线上有真侪咱料想袂到在神国度里面的亲人，吼，佮有3位对南港来，吼，应该刚刚跟我自我介绍的是苏玲吗？对，吼，苏玲是咱德长查某囝，吼，德长人。伊伫展望会工作，吼，在展望会工作，管等下该留下，吼，佮有2位，一个叫做钟博文，一个叫做王彩慧，吼，咱欢迎因。很特别啦，吼，咱马上就要过年，若毋是出外倒来亲人，真少咱会来到这个草地教会，吼，真正是真欢喜。We will welcome Cliff, welcome back 。咱的配方姐哈，甲 Cliff。Before you come back, I have already have some messages. 戴先生告诉我说 ，You are coming back， 所以呀，所以真欢迎因对阿拉斯加倒来吼。其实因今年已经倒来2摆3摆。今年是新年第1摆啦吼，过年是2摆吼，咱真欢喜欢迎因倒来。感觉有我咧讲，逐礼拜来迄个谢总兄，说今仔即个无来，伊大概想着讲我会甲点名，所以今仔应该毋是咧整理厝啦吼。咱替伊欢喜，上帝亲自望着伊的心，嘛带领因夫妇吼同心吼，上帝祝福咱在座甲咱提醒。甲邀请，拜3是新春的礼拜，所以咱的教会当年的新春拢有礼拜。咱是9点开始，吼，有的人会想讲，亲像普通9点半，咱9点开始。咱有一个爱餐，吼，咱的新春的爱餐就是拍落就是讲，每一家1道菜。你若是无方便准备，毋免欢迎你来，吼。如果你若愿意，礼拜六的，不是礼拜六，礼拜3早上9点。咱的教会是一个新春的祈福的礼拜，吼，欢迎咱大家若时间会当，咱将迄个时间用来做伙祈祷，吼。好，咱来用这首诗歌互相祝福，耶稣听你，包括伫线上所有的每一个咱的亲人朋友。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所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伫阮咧互相请安行平安礼时，我用这条诗歌为着阮中间有需要主你特别的云台的配器。主感谢你伫即礼拜的手术，你有保守伊即个脊椎的手术平安。主，阮恳求主你保守伊恢复的过程顶悬会当100%，
因为还阁真少年的年纪，伊的人生要一条真长的路。主感谢你照顾佩奇甲伊的先生之间，求天父上帝怜悯伫因的家庭，互因伫上帝你新的一年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主安真欢喜看到恩教兄、恩教嫂，因今仔日倒来得当做礼拜。伫过去一年，主你有保守；伫新的一年，也求你照顾恩教嫂，互伊有勇壮的身躯。主你互伊有上帝你的稳，是稳上加稳。至圣的天父上帝，我嘛为着刘连勋兄弟，也为着还阁伫病房顶悬，若是身躯欠安的，阮的兄弟姊妹，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因伫新年主你甲因分活开，互因如鹰展翅上腾。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身躯欠安的人，或者伫心中有焦虑、有重担。家己无法度完全透放的，奉主耶稣的名领受上帝对天地来的开力。主你是成就大事的上帝，求你伫因的身上施行这美妙的事。阮为着阮出外的青年，伫国外袂当甲阮做伙，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因，伫迄个所在，上帝你的圣手保守，互因出入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我嘛恳求主你，互阮伫新春这段时间选择出国旅游的阮的亲人、教会兄弟姊妹，求你保守因伫旅程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特别的阻碍、平安甲稳定。主在你的面前，感谢主耶稣，有你真好。主耶稣，感谢你的听，你的听是阮的瓦靠，是阮一生所渴慕。每一摆阮吟这条诗歌。就是阮的祈祷，愿主你甲阮三甲伫地，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下面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生日快乐！至圣的天父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英雄长老甲圣在兄弟，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求你照你家己所应允的话，你讲你用油抹阮的头壳，互阮的杯满出来。主啊，伫你的面前领受上帝，你甲阮填满生命的杯。主啊，阮要高举你所赏赐阮活命的杯。阮要用感恩，阮要手捧救恩的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互因担着新的一年甘甜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嘛，祝福春草姊妹，也祝福苏芝姊妹，也祝福四庄兄弟，祝福依林，祝福依安，祝福嘉文。也，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伫你的面前向你开嘴。主啊，心所求，嘴所讨，主。照因的信，主你就成就你奇妙的作为，甲因陪伴。新的一年，因所行过的路径，主啊，每一脚步拢是稳定的记号。主，互因所行过的路径，因回头一看，上帝稳定满满伫新的一年中间。我来恳求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好，咱请师会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堂，新春礼拜拜三9点伫教堂。祈祷会甲查经班暂停，圣工服侍。新春诗会陈永红长老下礼拜黄前长老领诗刘义成兄弟后礼拜是陈永红长老、苏琴、新春，甲后礼拜拢陈美秀执事、书宪交代。新春是谢昌执事甲安陆执事，下
下礼拜是六分结束甲过一年结束。爱餐下礼拜爱餐新春是一家一道菜，下礼拜是尤雅丽姊妹。先讲讲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领受。集体交通第1月29日拜三早起9点，请注意时间提早。新春庆社祈福礼拜，欢迎参加。会后有爱餐一家一道菜共享，菜量以恁厝的人的分量为准。第2月初2礼拜日下晡主日2，甲青少客伫教会野餐交谊活动，欢迎报名参加。第2月3号、4号主日2，甲青少客冬季圣经营，请台倒。第4，请为所有里外兄弟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心灵拢健康，也合法医疗稳上加稳。第5，请为以下的兄弟生日的兄弟来祈台倒。鸿雁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过个更正。台倒事项第1，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台倒。第2，为教会青少年心灵，为课业升学祈祷，升大学陈慧安，升高中钟善如。第3，为适婚的青年婚姻台倒。第4，为出国在外的青年林玉轩、刘义民、庄爱玲、陈文珍台座。第5，为姊妹教会台倒妇人日德科达雅教会。以上。上营509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小我最欢，最我中不将你万关，乐相信感我最近修书亮温为的心，乐相悲相家相信。三位一体，吉祥吉吉。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避讳。
Mariko 恭喜哈 ，Mariko 他的学生拄这礼拜伫美国比赛得到音乐首奖哈。We are congregation Mariko 有一个学生哈，伫美国的音乐首奖了哈，咱真欢喜。请咱第一摆来兄弟姊妹，咱礼拜后阮有爱餐，欢迎恁留落来甲阮做伙食饭哈，欢迎恁留落来甲阮做伙食饭。